早晨，而家係聖餐嘅時間。聖餐係為咗紀念我哋嘅主喺2000多年前為我哋每一個罪人釘上十字架而設立嘅。今日好榮幸可以分享耶穌基督點樣正面影響自己嘅屬靈生命。咁當在場嘅基督徒受浸落水嘅時間呢，我哋會稱呼呢個日子呢就叫做屬靈嘅生日啦。咁啊，所以基督徒就好着數嘅，一年有2次生日，比一般人呢就多1次嘅。咁係咪代表非基督徒屬靈就遙不可及，完全冇關呢？剛好相反，神話佢係個靈，佢離我哋各人不遠。所以屬靈、心靈上高嘅事，同我哋係息息相關嘅。分享些少自己嘅背景先，我係家中嘅幼子，福建人。基本上喺屋企連一隻碗都唔需要洗，即係當我年輕嗰陣時啦。咁當我有一日突然間諗起，喂，我想洗碗咁樣嚇，咁阿媽就會即係用一啲即係佢話你洗碗洗得唔乾淨，就趕我出廚房，跟住就佢自己做埋啲手尾咁樣啦。受到屋企人百般嘅呵護，又冇需要擔起頭家嘅責任。我所理解嘅所謂嘅責任，就係即係做好自己咯，安守本分，舒舒服服咁樣履行咗自己嘅職責，呢啲就係責任咯。我喺16歲嘅時候就做基督徒，咁嗰陣時父母當然就有反對啦，因為出於關心，怕我思想未成熟而誤入邪教行為偏激或者分享少少啦，由以前即係未做基督徒，可能中2、中3咁樣，話係咁講粗口鬧阿哥咁樣，話即係日日唔講粗口唔可鬧咁樣，跟住就變到即係又唔講粗口，又話即係同阿媽講啊，即係對唔住啊，即係以前傷害咗你好多。咁呢啲咁即係比較大啲嘅一啲嘅轉變啦。咁喺一時三刻嚟講，唔係任何人，尤其是你好親嘅人係即刻可以接受得到嘅。但係都非常感激父母對自己做嘅決定嘅尊重啦。佢尊重我嘅決定，亦都允許咗我做一個基督徒咁樣。時光飛逝，轉眼已經足過咗21個屬靈嘅生日啦。尋日係咁啱自己屬靈嘅生日啦咁樣嚇。咁我喺呢度咁講，唔係話想大家送個禮物因為屬靈係同神嘅關係。法定21歲係一個成人。我唔敢講自己喺屬靈上高係一個大人，但係都再唔係小朋友啦。咁加上自己已經有自己嘅小朋友啦，對責任呢2個字有更深入嘅體會。當我準備呢個聖餐，我反思沉澱自己嘅諗法，浮現出熬練後發現困擾自己最多嘅嘢係啲乜嘢呢？我會有時去諗下點解我有時返工即係會唔係太開心呢？點解我同我上司嘅關係唔係咁好呢？點解我覺得佢針對我呢？咁樣嚇？咁好多唔同嘅嘢，我自己會諗翻，原來我一個好年輕、好幼稚嘅自己又出翻嚟，即係對於責任呢樣嘢，我其實我做好我自己咪得咯。我明明喺工作上高安守本分，我做咗我應該做嘅嘢，點解你仲係有咁多聲音啊？點解你仲係即係咁多不滿？咁但係我再去諗翻嘅時候，因為準備聖餐嘅時候，我都會諗翻耶穌基督佢點樣去睇責任係啲乜嘢嘢。我哋好容易睇責任就係呢個係我責任，我做得啱，即係你嘅觀點唔啱，即係好多時都係睇啱定係唔啱，係咪應該咁樣去做？但係歸根究底，審判嘅責任嗰個人啱定唔啱，個責任唔係嚟自我咯，係嚟自神。耶穌基督上十字架肩負咗世人嘅罪，除咗責任，更加係一份愛。喺路加福音23章34節呢度咁樣講，路加福音23章34節。當下耶穌說：父啊，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作的，
他們不曉得。兵丁就先偷分他的衣服。呢個情景係耶穌基督上十字架嘅時候，佢唔係話哇，其實咁樣做唔啱咯，即係第一步已經唔啱啦，我冇罪，點解你即係拉我去受審判啊？點解你毒打我？即係佢唔係話啊，其實我好啱咯，你哋唔啱咯。佢係話今日有啲人佢覺得佢自己所做嘅嘢好啱，但係喺屬靈嘅層面，其實佢係唔認識神咯，所以佢話佢所做嘅嘢佢係唔知道。今日我覺得其實呢個諗法都幫到自己咯，即係唔係再去喺糾纏睇啊，我上司話做嘅嘢佢嘅能力足唔足夠啊，佢嘅嘢啱唔啱啊，佢勝唔勝任啊，諸如此類。我係諗翻其實今日我自己所以做嘅嘢係啲乜嘢嘢，我應該有嘅責任係啲乜嘢嘢，我應該去持守嘅係啲咩嘅標準咯？即係今日喺我嘅生命裏面，我係咪可以活到一個即係基督徒嘅樣式，真係一個無可指責嘅生命？咁我都去鞭策自己，我都去諗翻啊，其實原來唔同嘅人對你有一啲唔同嘅意見，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面，即係有啲地方需要去改進咯。咁對於身邊嘅弟兄姊妹，其實希望即係俾一個提醒大家，我諗唔係在乎你做基督徒嘅時日有幾耐啊，我而家話21年咁樣，即係好似好耐咁樣。但係如果有某啲嘢，你其實一啲好幼稚嘅諗法，我諗相信每一個人都年輕過，即係你可能以前一啲好固定嘅諗法咁樣啊，責任其實咁樣就足夠啦，做好自己咪得啦。可能有好多原因令到你有一個咁樣嘅諗法，可能原生家庭，可能係你經歷嘅背景。但係如果你冇喺神嘅話語裡面去更新，冇去改變嘅話，其實唔會話因為你時間長咗話，時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，其實係唔會嘅。係你努力去成長嘅時候，你先會明白其實神嘅愛同埋神嘅恩典更加多。咁今日多謝大家聽我嘅分享啦。咁以下係餘多時間，就係咁樣嘅時間可以有機會去聖餐分享啦。每次聖餐分享嘅時候，其實自己都會諗真係都唔容易啦，因為都要諗翻其實自己嘅生命同神你之間嘅連結啦，會諗翻話其實神你嘅榜樣點樣去帶領住我哋嘅生命啦。今日好開心，其實父母都嚟得到嘅時候啦，希望有機會其實神你嘅話語可以去對佢哋生命係有更加多嘅影響啦，包括一啲未認識神嘅人啦。今日感激你聽我哋禱告，以信禱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。